可取快递的不是我，但我敢知道，这个给你拿这些东西的人一定是个土豪。行了，东西已经拆开了，你回去吧。哎，不要这样嘛！你看我给你分析一下啊，这有一个超大型的婴儿车，还有这儿星际战将限量版，欢迎加入乐童家族。是谁能给你送这么多婴儿的产品呢？我又没有分析错，你一定怀孕了。东西我不要了，你拿走。我没分析错，你怀孕了。停！这个举动代表了第二个问题，你怀孕，但你却不想跟送你东西的这个土豪在一起。把它放下。你一定觉得全世界的男人都不够，想独自的生下这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吗？单亲家庭对一个孩子影响有多大？我就是单亲家庭生出来的。每当说起单亲家庭，我的心里一股痛苦的感觉就油然而生。我不骗你，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我的爸妈就被狼吃了。我是被隔壁村的二姑奶奶带大的，我二姑奶奶对我可好了，可我毕竟还是单亲家庭的孩子，我这心里啊，我。嗨，嗨，哎，嗨，Hello，my name is Small Ball. I'm 快递员。Ah, hi. My name is Mike. Doman's my friend. I work here at the Public Pub. I guess you're the guy who brings the packages, who brought all of this stuff here. 饭 Thank you. And you? 麦克，你来找我什么事儿？你怀孕了，我怕你不舒服。啊，没事，我很好。他撒谎。刚才我进来的时候，他的心情波动很大，这样对泰尔不好。尤其你送来这个什么婴儿车呀，还有那个星际战将啊，儿童自行车，他都要砸掉。你说这怎么行？劝一劝，离。